做伙来祈祷。祝愿个别伫世间人面前，个别阮是啥物人？阮是属你的人。祝求你帮赞，互阮即群属你的人，真正会当喙宣认、心相信来跟对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随上伫今仔日下礼拜进前，我相信咱大概小可就知影，有关这段经节其实是人的信仰个别。咱是啥物时阵要做信仰个别的？咱伫礼拜中的信仰个别。随上信仰个别咧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人是啥物人，因为一个人是啥物人，爱挖克的是伊所信的是啥物？罗马书第10章第5节，圣经是安尼写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关系对靠律法得到的义，摩西有安尼写：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原文应该是安尼讲，因为摩西论到对律法所出的义，写做这的人要因为这来得到活。克兰菲德 （Cranfield） 这位神学的学者认为，保罗提起基督就是摩西律法的目标，就是结束律法到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完成，就是成就。这其实是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的第4节，就是这段经节的头一节。所以刷落来，保罗引用利未记18章第5节来证明，其实摩西早就讲过，律法所呈现出来这个上帝的义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，已经为信伊的人得到义的地位甲永远的性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耶稣基督就是这条性命的路。罗马书第10章第6节 A 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。毋过关系对神称义，原文应该会当安尼翻译讲，但是迄个属信心的义安尼讲，这较接近和合本，所以咱若读和合本，可能读得出来。总是咱会摇疑，信心的义是免哪讲话？原文是安尼写吼，信心的义是安尼讲。咱会知影，伫保罗的时代，美好的德行，哲学家咧形容美好的德行，会亲像人共款讲话。所以美好的德行会讲人爱诚实，吼，迄个哲学家当时的写法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神学家认为，保罗伫遮共款咧描述信心的义。在讲话，那安尼伊刷来咧讲啥？这是咱今日所读到的吼。一个有信心的义要讲啥？罗马书第10章第62段到第7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圣经有安尼讲，你毋通心来讲，什么人会爬上天？就是讲，什么人会将基督带落来？嘛毋通讲，什么人会落去深渊？就是讲，什么人会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？保罗开始是用申命记第8章17加第9章第4的一开始，你毋通心来讲。这其实是保罗大先生引用申命记第8章17节到第9章14节一开始。这咧讲啥？这咧讲，伊咧警告以色列人毋通家己感觉你所赚的拢出对你家己
所得的，你拍拼所得的。万一经过啥？经过这以色列人说：“你毋通想讲你所得到的对，拢是我靠家己所得到的。”所以刷落来，才引用《申命记》30章12、19、14节，咧讲摩西早就指出，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甲智慧，毋免去到天顶找，毋免去到阴间找，因为伊早就赐了基督伫咱中间，免对天顶带来。事实上，同款，基督一定对世人中各我嘛，毋免去到阴间去带，对世人中内底来领起来。罗马书第10章第8节，保罗安尼解说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上帝话甲你真近，伫你的喙里。伫你的心内，这就是阮所宣扬的神的信息。希腊文是安尼讲，这个话语接近你，伫你的喙，而且伫你的心。这其实甲申命记第30章的14节差不多真类似。保罗咧对引用这个经节是咧讲啥？咧讲上帝早就讲了秘密，将伊的头软，咱会知头软翻译做律法，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其实更较接近的，应该讲上帝教示。所以伊已经将伊的教示，互以色列人伫过去透过话语甲因三军打。耶稣基督更较证明，伊已经将家己互这个世间人。所以保罗用安尼来诠释摩西所讲迄个得到性命的道，就是福音。因为律法上实质的内容甲上深的意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基督教的信福音就是。回应旧约的信仰传统，过去上帝赐了律法，但伊赐了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，拢要做啥？要甲咱三军接近咱。那安尼接近咱的目标是啥物货？接近咱的目标就是人只有信伊。才有法度行上这条死命活命的路。所以刷落来，保罗安尼讲，《罗马书》第10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各活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。嘴宣认就得到救。耶稣是主，这是初代教会信仰告别。所以照研究，真有可能保罗伫遮所写的，是初代教会咧使用这个话语吼，真有可能就是当时初代教会咧进行洗礼的时阵所讲的。来问。就亲像咱检查9月底，咱会直接问共款，迄个洗礼仪式有可能第9节到第10节是安尼，因为头一个部分是对旧约来，迄个心信上帝，嘴认耶稣，心信上帝，然后下一节倒变对吧？下一节是倒变啊吼，就是将迄个顺序来倒变，所以真有可能是引用当时初代教会的洗礼仪式，或是敬拜。咱来知影当时罗马的宗教崇拜是啥物款的？伊其实是罗马的宗教，当时人咧信教，因的特色其实是实用主义。
祭司会举行一个仪式来报烧这个神。报烧这个神为着啥物货？我会当得到保庇。其实这甲台湾民间宗教真类似啦，真类似。总是即种拜神、敬拜神的心态，其实是用家己做标准，对无？神即个神有灵性，我着相信，对无？总是神也无灵性，不要紧，即个摕掉，我阁信另外一个，这叫做实用主义啊！实用主义是用什么货做标准？用人做标准。看有灵性无灵性，这其实甲台湾的宗教古早的这个罗马当时的宗教形式，甲台湾的民间宗教其实真类似。总是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无共，因为咱相信啥物货？咱相信其实只有一位上帝啊。然后这位上帝用尽任何的办法要接近咱。过去透过 Torah， 现在透过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，要接近咱。所以人呢，人会当回应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嘴宣告，心承认。这条信心的路，就会当领受上帝恩典。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讲，伊讲心甲嘴。就是内在内面的信念，甲外口的宣告，会当融做一体。所以得到救恩，毋是画一个口号就有；得到救恩，搁较要紧的是，咱是毋是真正的相信？信心是一种聪明甲智慧，互咱会当掠着基督，真正伊就是死来搁我的主，甲救咱的主。罗马书第10章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伊的人袂抵到失望。咱来知影，保罗搁一遍写着这，因为顶一遍写着伫倒？第9章的33节。所以保罗2摆引用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是要强调这项代志。咱信耶稣是咱的主，就是承认伊有独一真神的性命甲属性，伊是圣、权柄、能力、尊严甲永远。耶稣是主，咱个别耶稣是主，表达什么话？咱毋是主人，听有意思吼？咱毋是主会当凊彩，是耶稣是主。当人个别耶稣是主的话，咱就知影伊有咱，毋是咱有伊。咱是属伊的产业甲生成的器皿，咱也知影咱是属伊的，咱是伊所册生成的器皿。透过洗礼甲律约，咱会当被互上帝称义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死搁活得到永远性命甲毋亡。所以信伊袂抵到见效，是因为安尼来。罗马书第10章12节到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，予所有求叫伊的人，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其实原文是用3个因为开始的话来组成的。第一句话叫做“因为犹太人甲希腊人无分别”。第一句话是因为犹太人甲希腊人无分别。
咱爱知影罗马书第3章22节早就讲起，既然人所有的人拢是罪人，所以咱拢需要谦卑认罪，知影伫上帝面前要互伊称做义，毋是凭血统，就是凭咱所做功劳，是因为相信。第二个因为是讲，因为共一位主是正人的，因为共一位主是正人的，所以保罗早就肯定，伫罗马书第3章早就肯定安尼讲过。咱做伙来读罗马书第3章29节。上帝兼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伊兼毋是外邦人的上帝，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所以保罗早就真肯定讲过啊。所以刷落来，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讲，上帝人品是丰富的，拄拄咧讲起咱所信的是一位共同的上帝。上尾一个因为，这2节，上尾一个因为是讲原文是讲，因为正人共有的迄位主是安尼好款待一切求叫伊的人。其实保罗伫遮是照字来写出约珥书第3章第5节的头半段。伫旧约原来的处境内底，约珥书是咧指遐伫上帝大佮通惊的日子来进前遐艰苦的时期。所以只有艰苦，这是人的特性，人的弱点。人只有伫艰苦时才会求叫上帝啊，真特别哦。总是不管安怎，伫艰苦的迄个时期。约珥书讲，每一个求告主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所以后来伫初代教会处境内底，保罗嘛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时阵安尼写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，就是遐个甲伫逐所在呼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其实这是咧讲人，遐个人，遐个人。所以新约学者克兰菲德是安尼讲，伊讲只要咱呼叫主的名，就会当互人称做是基督徒。这嘛咧，互我想起我一开始信仰的改变。我少年时阵虽然细汉就伫迄个基督教家庭内底，总是大汉这个信仰渐渐失落。到做兵去互关伫迄个军营内底，上艰苦的时阵，伫遐较知影求叫上帝。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5节下段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差派，哪会传？咱读到4个结构真类似的问句，所以上主人的读法。遮所讲的，保罗所讲的因，其实会当指犹太人。犹太人其实有充分的机会甲理由来求叫主的名，因为上帝所属上深意义的托拉就指耶稣基督。总是时机也未成熟，因为无人受差派，无人对因传，无自然毋捌听过，毋捌信。所以保罗刷落去安尼讲，罗马书第10章15节下 B 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
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偌尼啊水，偌尼啊水吼。保罗其实直接咧引用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7节，偌尼啊水吼。咱来知影，伫犹太人的列比因的作品内底，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，对头到尾拢咧指弥赛亚的时代所讲的。所以保罗其实是咧宣告一项代志，迄个弥赛亚时代已经来，会照着传福音的人，遐热切甲活泼的话语甲行动，互呼叫主的人得到福音，得到听见福音。罗马书第10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这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“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”这就亲像以赛亚捌有言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接受先知的信息。保罗透过安尼嘛咧说明一项代志：以色列咧拒绝福音，毋是现在就存在。古早以赛亚时代就安尼。罗马书第10章1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。保罗刷了个补一句，伊讲人若要信，一定爱有人讲，总是有人讲，到信。中一定爱有一个媒介叫做听，或是看。总是这个世界声遮多，咱真正要听的，有当时会互这个世界声音所混乱去。所以保罗讲，咱真正爱听的是耶稣基督的话，这就是对信心所出，咱会当得到的义。罗马书第10章16节、18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不过我要问，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，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，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假使犹太人若毋捌听过，若安尼，因的毋信就有借口。总是保罗因诗人的话，伫遮其实是因诗篇19篇第4节诗人的话，圣经所写的。伊并毋是认为迄个大使命，主耶稣讲，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，其实这叫做大使命哦。毋通想讲后壁迄个奉爸囝圣神的名，迄个拢是辅助尔吼。主要是即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B， 这叫做大使命。保罗并毋是认为大使命已经完成，伊要讲的是啥物话？伊要讲的是这个信息。耶稣是律法的目标，就是终结。这个信息伫当时已经伫犹太地，就是外邦人的所在，相当程度传开。罗马书第10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阁问，以色列人兼真正毋知，大圣摩西替上帝安尼讲。我要用毋是我的子民的人来引起恁怨妒，用愚妄的子民来激起恁受气。保罗用以色列人来称呼，就表示因过去是上帝的子民，因有先知甲托拉的宗教传承，总是就亲像
上帝借着摩西咧警告以色列人的即句话，其实即句话是出对《申命记》第32章的21节。做伙来读现代台语的翻译啦，吼，做伙来读来。因拜毋是上帝神明，结我怨妒；因拜偶像，惹我受气。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，结因怨妒；用愚妄的国民，惹因受气。这是现代台语的翻译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检采伫保罗的话内底，外邦人就是咱啦。咱遮个人原本无算是上帝的百姓，总是会当因为信来成做属伊的百姓。保罗搁举第二个圣经所写，因当时的圣经只有旧约啦。第二个圣经所写的第二个见证者叫做以赛亚。所以咱来读上尾迄个罗马书第10章20节到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后来以赛亚嘛真好胆，替上帝讲：无找我的人，我有互因找着；无求我的人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毋过关系以色列人又讲：硬心背逆的子民，我规日伸双手欢迎。保罗搁一遍引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节的头半段，以及56章的第2节的头半段，用咱爱知影这叫列比的诠释方式，就是将旧约中即句倒做即句来诠释，迄是当时的用法。上帝会安尼对待伊的百姓，就是甚至遐个以前毋捌找伊、求叫伊的人，上帝会温慈、稳定、有耐性，服属伊的百姓找着伊。关系原本的遮个以色列人，虽然因硬心背逆，总是伊犹愿意伸手，迄个伸手是对迄个诗篇143篇第6节所讲的迄个伸手。伸手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亲像我一开始请咱互相请安共款。伸手是表示欢迎加接纳的意思。伸手上时嘛是一种揽。互相相揽的意思。咱来知影，伫保罗时代，不管是希腊人、希腊、罗马，或是犹太人的社群内底，一个人伫社会地位是对什么人的保护，来组成迄个社会关系。我毋知咱敢知影，所以迄个社会是安尼迄个人社会是啥物人是施温，伊会施温的人，有当时是先问讲啥物人是你的保护者，这跟咱黑社会啦，听有意思啊当时的社会其实跟咱黑社会的意思来讲，无你是靠啥物人啊？你是靠啥物人伫遮讨生活？你是靠啥物人？迄是当时的社会是安尼所以迄是一个是稳定的人，甲受稳定的人起做的阶级，甲组成的人际关系，迄是当时迄个社会运作袂当欠缺的一种结果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啥物人是你的主，就定义你伫这个社会内底的地位甲价值。所以初代的基督徒因嘴宣认、心相信基督是主，其实是极大胆佮危险的行动。因为这项代志，就互因画出一个甲
别人真无共款的性命，也因为这项代志，因初代基督徒会受到，除非你莫做基督徒，一个真正基督徒就会真正活出迄个我无靠什么人是主，因为基督是我的主，迄款的性命，总是安尼的人，伫迄个社会内底。会拄着人的迫害甲歧视，因为安尼，伫主前3、4世纪进前，罗马的哲学家克里斯，伊伫西元160年到178年中间，伊写袂少文章，拢咧反对基督教。其中有一份文件，互人留落来。因为后来这文件其实真侪部分拢去互摧毁，因为后来基督教统治迄个罗马社会，所以后来这文件拢互人摧毁。总是其中有一寡有留落来，伊是安尼写。伊讲最近出现即种人类的族群，因无国家、无传统。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公民宗教制度，世间人看因做悖逆，因颠倒将正人的咒诅看作是荣耀，这个人就是基督徒。所以，伫罗马帝国的时期，基督徒发展出这种耶稣鱼的暗号。伊若拄着当时，若有拄着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青训人，因就会安尼画出来，因为耶稣鱼迄个因会画即边，然后知影会当画另外一边，安尼就表示你是基督徒。所以透过安尼认出彼此，我毋知影咱偌侪人。伫今仔日的路人捌看过即种鱼仔的标志，伫迄个车的后壁。我当时也看到迄个开车的人抢红灯，后壁搭尾鱼，我拢感觉惊。这个耶稣鱼希腊文是5个字母所组成的，这希腊文即字叫做鱼啦。总是这个5个字母会当安尼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囝，我的拯救者，这5个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问咱的主是啥物人？这其实就要看咱平常时，毋是伫遮吼，因为伫遮咱拢有可能是。表面上讲上帝是主的所在，因为伫遮讲真安全。听我意思无？伫遮讲真安全啊！总是要紧的是，伫咱平常的生活内底，咱嘴所讲、心所想，以及咱一直专心咧听的是啥物人的声。但愿咱会当不只是伫教堂内底即间奉主的名去做建筑物，搁较会当伫平常的生活内底去认出。假使我若画出来，你也愿意安尼画出来，画出耶稣鱼迄个见证主名的性命，那安尼我就相信。咱拢是同行这条信仰的路的基督徒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阮活伫一个无相信、充满歧视甲话语的世界内底。伫这个世界，阮看到甲听见真侪声音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因为有当时啊，确实。阮会互这个世界声音所迷惑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要听这个世界，要看这个世界声音进前，
阮会当专心听见你要阮所讲的话语，然后当阮宣告基督是主的时阵，主，阮也详时宣布阮的身份。主，阮是属你的，因为安尼求上帝，伫不管阮当时求叫你的时，阮相信你就要救赎阮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真正领受到你的权能甲气力，伫阮生命中爱阮所显出的气力。求主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